主后2024年5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一个月的歌声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63篇第10到11节。特别伫犹大旷野的时做的诗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迫切追找你。亲像地旷旱无水，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，我的肉体因无你到要昏去。所以我伫圣所找你，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。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，我的嘴唇要上赞你。所以我要一世人称赞你，要举手求叫你的名。我的心神为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。我倒伫眠床纪念你，眠时逐更嘛少念你。因为你有帮助我，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。我对你对条条，你的正手扶持我。毋过，孝顺我性命的人，因会陷倒伫地上深的所在，因会互刀剑刣，互豺狼食。总是王会因为上帝来欢喜，所有记伊咒詛的人会因为伊来夸口。毋过讲白贼的喙会受踢捌。一个月的歌声，诗篇有13首题言诗，就是诗的起头有题言这首诗的历史背景。诗篇63篇是其中最后一首，点出特别伫犹大旷野作诗，讲：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迫切追找你，亲像地旷旱无水，我的心神喙焦较无你，我的肉体因无你到要昏去。特别写是伫犹大旷野，伊咧较无啥物。除了诗篇63篇的背景以外，另外一个可能是年轻的大卫为着闪避扫罗王追杀，逃到犹大的旷野。扫罗因为嫉妒大卫对伊展开追杀，根据撒母耳记上卷24章，大卫逃到阮基底旷野秘藏。扫罗听见安尼，就带3000名以上精锐的部队要去掠大卫。总是扫罗的劣迹要改变规场行动。伊伫洞穴内面大便的时，互大卫点点仔挂一角仔衫具。了后，大卫伫洞穴外证明家己无伤害扫罗的意图。大卫讲：愿上主做判官，伫你我的中间裁决，愿意监察，为着我的案件辩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扫罗随时必敢交集，放声大吼。人若找着伊的对敌，减会放伊走。愿上主因为今仔日你对我的所做，用好报你。2020年5月4日，行政院促转会伫台湾大学法学院举行，探究历史真相甲责任的开始。压迫体制及其图像发表会，对国安局的档案解密，围观政府安怎对台湾基督教教会监控。根据研究，1960年代开始有所谓的党国基督徒，大肆宣扬拥护蒋介石甲反共护教，搁将普世教协 TLCC 定调是社会组织。中教会因为参与 TLCC， 政府便成立专案来阻绝境外毒素，逼中教会退出 TLCC。1977年，
中央教会发表人权宣言，呼吁政府予台湾称作信义独立的国家。政府反等成立专案，伫中央教会中间布建线民，也就是绕白仔，甚至企图影响中央教会的内部选举。1980年出身中央教会音乐家萧泰然创作《出头天进行曲》，予政府列入黑名单。伫海外10几年，无度倒转来故乡。1993年，伊伫病痛中信靠上帝，完成1947序曲，描写28事件，写落对台湾的疼甲希望。对威权时代的中央教会和信徒来讲，诗篇63篇真正是上大切的祈祷词。说了为所欲为的自由，就正代表的袂自由；说了生理上的不由自主，却互代表灵息自由。得到释放的代表写诗讲：我的心神为满足，亲像享受丰盛的宴席。我嘛要用欢喜的嘴唇唱歌上赞你，因为你有帮助我，我要伫你的膝骨下欢喜唱歌。面对攻击，咱的歌声是强大的武器，宣导来自心中对上帝倚靠，歌词来自上帝三角行的历程。默想，有倒一首歌捌互我感受家己伫上帝膝骨隐下？为什么？有倒一首歌捌互我感受家己伫上帝的膝骨隐下？为什么？做伙来祈祷，全地的主宰，你的膝骨庇护全地，伫你无恶日情的事，求你帮助受害的人会当经历你的作为，无论倒一种境况，一生拢会当歌颂你。奉做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